各位观众朋友，大家早早，欢迎收看今仔日新历6月初6公司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洪敏珍。过来讲，咱的指挥中心伫咧昨宣布讲，即马呢只要做即个工会，对明仔载开始做即个工会的有风车。 民众拢唔免家己来出钱，所有的费用拢由政府来出，包括挂号费、药师服务费，这些民众拢免开。那台北市政府是走大声，宣布台北的市民未来无论是公费或者是自费做疫苗，拢啥意思？为了要鼓励民众做防车，指挥中心讲已经编40亿预算，自初7、8月开始，全台湾公费自卫对象。 拢唔免付挂号费或者是药事服务费等便的行政费用。台北市长郭文铁初5也讲，伫台北做防车免费。我们台北市也有大概，因为既然这个疫苗是每个人都要打，你知道哈，为了让这个速率更快，你知道哈，也少掉一些步骤，你知道哈，让这个可以打更快，所以那个挂号费我们就不处理了。所以在台北市打新冠肺炎疫苗，就是免费的，这个我们会用这样来规划。郭文铁讲。 以前民众做防车爱家己拿疫苗的钱加挂号费，行政成本更加悬，制造困扰。即马用上低行政成本维持3级管制，等疫苗来，不过数量敢有够民众做也唔知，敢需要规划大型注射站。台北市会看分着偌济有防车来决定。要准备的，就刚才讲嘛哦，这个看疫苗来的顺序嘛，来的速度嘛哦，你要是疫苗每次来的量少少的。 你准备那么多也没有用啊，浪费钱而已。行政院发言人罗秉成进前讲，新的纾困预算按算要阁增加224.5亿，用伫咧买疫苗予全民做。指挥中心也另外编预算，补助22个县市政府办社区加大型注射站的经费，希望会当加速全民做防车的速度，量早达到群体免疫的效果。记者综合报道。 咱来关心天气，今日同款受到地流方面的影响，南部地区得要特别注意会熊上大雨。今日全台湾的天气拢无稳定，气象局早起针对台南市、高雄市、屏东县发布超大水雨的特报，水利署也同一个时阵发出淹水1级、甲2级的警戒。另外，苗栗以南、甲华东等等有9个县市也发布大雨以上的特报，尤其伫咧南台湾雨会落真粗，山区就要特别注意有土石崩落的风险。提起南部的观众朋友，就要特别注意。 今日报纸拢看什么大代志？咱查乡亲做伙来去现报纸，先来看《自由时报》。嘉义县潮工科技暨管理学院甲花莲县台湾观光学院前一阵仔申请要停办，私立学校的这个咨询会，伫咧5月24已经通过，教育部也证实这项消息。打算伫咧今年9月初1，2间学校就会退场。来看《联合报》。 受到方面的影响，昨中南部的雨水拢真高，桃园石门水库进水量有起来。到今日早起6点，蓄水率已经达到22%。不过台中的水库这水位也是无起色。来看《中国时报》，总统蔡英文昨透过直播发表谈话，指示要加强医疗量能，而且成立疫苗防疫的作战联盟，要守护国家重要的产业。蔡总统也拜托全国的民众，这几天就尽量拢踮伫咧厝的，就通减轻第一线医护人员的负担。 咱来讲，咱增加476例本土个案，到前报回来的有35例，计共有511例，死亡的人数有37位，又搁创下高一日上界悬的纪录。台湾从疫情爆发到当外的时间，已经超过200多人不幸过身，死亡的案例有超过89%，拢是60岁以上的长辈，而且80%拢有慢性疾病。 国内新冠肺炎疫情继续上升，拜6初5新增加476例本土病例，另外有国境回归35例。综合所有本土个案，总共511例内底，以新北市229例是上多，搁再来是台北市144例，苗栗县66例，桃园76例，基隆73例，彰化县11例。台中市是9例，新竹县7例，屏东县4例，南投县、高雄市甲嘉义县各3例，新竹市云林县甲台南市各1例。
指挥官陈时中表示，苗栗这波企业互相烧话，主要是因果变种的病毒株，因为这个传播率较悬，若是企业无法度做到分层分流，就来要求爱停工。经济部派遣产业专家进驻前进指挥所，协助防疫医师与电子厂规划厂区的作业、休息及用餐等活动之分仓分流。那如果没有办法做得到的话，那就我们会要求停工。另外，也新增加37例死亡的个案，分别是男性25位、女性12位。其中上个少年的死亡个案是30多岁男性，伊本身无慢性的病史。而根据指挥中心的统计，疫情以来总计死亡224例内底，超过89%是60岁以上的老人，对发病到死亡平均是8.3天。所有的死亡个案当中，81.7%是有潜在的慢性病史的。那从发病到死亡平均的日数是8.3天。因为这疫情也是一直拖，加上苗栗爆发两间电子厂互相烧的事件，指挥中心也公布企业快速检查的指引，包含快速检查由企业自主、采检自费，必须由医术人员来执行，然后需要指挥中心也协助来介绍。快速检查若是阳性，必须进行通报加 PCR 检测。企业要有隔离安置的场所，那快速检查是阴性，也需要自我健康监测。现在部表示，即阵已经接到300多通询问的电话。接到的询问电话大概超过300多通的电话，他们都来询问这个快筛的原则啊，还有请经济部协助寻找可以媒合的医疗单位和这个快筛剂的供应厂商等等。6月14日3级警戒期间，也过疫情也未确定，但市长强调会继续观察疫情发展，并且甲专家小组来讨论。这阵并无风险建议。而下一批新冠疫苗什么时阵会来？但市长讲，下礼拜核准一寡新冠疫苗紧急使用授权 EUA。是苗数证实，这阵辉瑞 BNT 加交生疫苗的 EUA 作业正在进行中。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消息，咱来讲，即阵洛西亚研发的新冠肺炎疫苗叫做史普尼克 V， 已经开始伫咧 Argentina 甲 Serbia 伫咧生产。不过，因为欧盟一直无批准使用，这也互洛西亚的总统普廷骂讲，欧盟根本是甲商业利益放大先，人民的健康放一边。这个月初2到初5，俄罗斯政府举办了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各国领袖、国际投资界甲大型外国企业拢用实时的方式参加。其中，阿根廷总统费南德兹甲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分别伫俄罗斯总统普廷的见证之下，伫家己国家启动俄罗斯疫苗史普尼克 V 的生产线。Empezamos ya el trabajo concreto para empezar a producir en Argentina la Sputnik V.Darle las gracias por el compromiso que ha tomado con mi patria. 对欧盟一直无批准用史普尼克 V 疫苗，早日进前，相关人士就透露，俄罗斯疫苗的产能甲安全性拢受到质疑。兼个俄罗斯总统普廷煞批评欧盟甲经济的斗争、商业的利益放伫欧洲民众的福利头前。伫咧美国为着加速经济转好，美国已经同意向墨西哥送100万剂交生疫苗。这批疫苗嘛是美国分予全球2500万剂疫苗的一部分。如果会使用伫墨西哥边境39个城市内底，18岁到40岁民众。Tengamos cubierta esta población y podamos entonces acordar con Estados Unidos que se reabran las actividades o casi todas las actividades en la frontera entre México y los Estados Unidos. 在各国开始做疫苗了后，目前欧盟各国陆续放宽封锁的限制。美国嘛，因为已经有43%人口做了第一剂疫苗，感染比率稳定降落来了后，为初时开始就放宽餐厅营业，让民众豆豆回去到疫情进前的生活。国际新闻台是唐平玉。再来，咱做伙来关心国内本土病例数，昨本土病例增加476例，还佫有9种报转来35个。台湾本土病例数即阵计共有9757例。来看各县市的病例数。即阵台湾病例数超过3000例的县市，包括新北市有4696例，台北市3474例，超过100例的县市，桃园443例，彰化县211例，
苗栗188例，基隆市170例，台中市167例。另外死亡个案总是增加37例。即阵全台湾本土个案加上境外病例，计共有10956例。这个统计资料拢是疾管署今日早起上最新的资料。即阵就惊疫情对市场摊开，基隆市政府宣布讲，对今日开始，出入坎仔顶鱼市的人，拢着爱挂喙罨，而且爱挂面罩。那这手嘛爱弄手套。先来看今日早起伫咧鱼市防疫的情形。戴着护目罩讲话会不会比较不方便啊？还可以啦，还可以哦。那会不会比较担心客人来没有戴罩会比较危险？会啊。所以对于这个新的措施啊，就客人来都要戴罩，你们觉得怎么样？比较安全啦，对。坎仔顶鱼市伫咧今仔日早起开市，就有驻地会工作人员沿路伫咧巡，要请大头甲人客一定爱甲喙罨挂好条。那驻地会已经买千外面罩，互卖鱼的大头来做使用。准若无面罩的人，驻地会也有伫咧现场用成本价来卖，希望做伙甲胃病的风险降到上低。再来，咱来讲苗栗行馆电子渔港烧话这案继续伫咧逼，即马共款伫咧德南的超丰电子公司，也有渔港去挖着病，这两间电子厂总着有64个人确诊啊。地邦科技公司即马也有1个人确诊。员工来到厂区报道，准备进行快速检查。除了江湾电子，相关位在德南的超丰电子也出现渔港互相烧话事件。厂方要快速检查4300名员工。另外，地方科技德南厂也确诊的个案，公司面要主办快速检查1500名员工。因为渔港互相烧话事件一直扩大，为了防止疫情伫厂区一直传，但市长蔡国也指示，个案接触者爱逐步刷出相关的所在。确诊的同住的移工或是有高接触的人，那还有一些热点的人，我们都会把它渐次的移出工厂宿舍区。那今天预计要移出280位。苗栗江湾电子找5新增加53例，超丰电子新增加11例，地邦科技也有1例。苗栗县即阵已经有3间科技厂出现疫情，中央疫情指挥中心已经在江湾电子开设前进指挥所。不过科技厂移家互相烧话事件一直爆出，先至市府也烦恼讲德科受到影响，拜六启用专案的检查站，受理德科厂商自费替移工来检查。我们希望几天的时间最好是5天之内。就全部把这些移工做第一次的筛检，把有确诊的人先找出来。先至市府表示，德科的专案检查站有计3天内会使检查德科4000名的移工，若是有技术的个案，也希望就有这摆检查查出来，早一步来阻断这个传播链。记者综合报道。咱国内专家讲，这移工集体烧话确实有影，因为语言未通，也有宿舍下钱有关系。即阵就要防止这疫情继续扩大，专家建议，只要有验出确诊的人，就要全部送去集中检疫所来隔离。劳动部是下令，对即马开始拢暂停移工换头家，也禁止无共的厂区互相吊骹手。苗栗江湾电子甲超丰电子厂拢爆发移工群聚着病，国内专家认为，要防止或者移工疫情扩散上大困难是语言甲文化差别，一旦确诊，上好到集中检疫场所隔离，才会当避免移工宿舍加做防疫抗胖。最理想的情况就是集中管理。假如说是阳的话，你其实把它放在一起也没有关系，因为第一个就是他们都已经是阳了，所以大家一样的病毒。第二个就是他们都是年轻人，所以大部分都是轻症或者是没有症状的。因为移工群聚确诊个案数继续增加，劳动部也宣布为即日起，针对移工非必要转换到新头家的作业，伫第3级警戒期间暂停作业。针对共一个头家无共厂区的派工也暂停调派。头家甲中介公司一定遵守资方骗过移工指引办理防疫作业，包含了合意转换以及期满的转换，除非有受到性侵、性骚扰、暴力殴打或有人口贩卖的安全之虞，我们会另为处置。
指挥中心强调，最近将由劳动部甲地方政府针对移工人数达到500人以上企业甲100人以上大型移工宿舍进行轰炸，实地督导头家甲中介业者落实防疫指引，高请劳动部规划补助企业改善宿舍防疫环境，以强化防疫量能。记者综合报道。昨咱有37位死亡病例，超过一半拢伫咧台北市。市长郭文铁表示讲，死亡甲感染的时间有争差，伊讲民众就免惊吓，即马疫情拢有控制掉咧。台湾的疫情上升，超过一天死亡病例有37例写下新冠的记录，其中超过半数24例在台北市，包含一个只有30外岁有去过网咖的男性。对此，郭文铁表示，死亡人数甲感染的时间有时间差，唔免伤惊吓。你也表示，疫情是有控制掉咧。最差的状况下，你知道吗？再撑2个月，我们还是有疫苗啊。那所以现在要思考就是如何用最低的成本撑过这未来的2个月，这些比较密集的地方啊，来做这个机动的打击。那另外把边境啊，特别是跟旁边的中正区以及上面的这个大同区的部分呢，要把它间接开来。台北市对疫情的高风险所在，亲像是网咖区采取列区的围堵，经由边界强化派遣机动防疫采检队来消灭感染源。伫较近个案较少的行政区是展开领区的消灭，采取科学联防快速检查。伫北投进前发生一个4个人、3人死亡命案，卫生局证实，村外53岁查某囝 PCR 阳性确诊。要确诊者早离开台北凯撒大饭店，引发争议。北市府认为是中央无落实电子围篱。疾管署在今天有在建制，然后说今天下午5点会上线，也就是说在此之前，目前为止，在此之前确诊者跟快筛阳性都没有电子围篱的管制，所以才会有这种状况。对着菜市啊，人也是真多。台北市府推出监视起来监控人流，爱大家遵守，不过成效无好。对此，郭文铁决定用公权力介入，初六开始，请警察维持市场的人流管控。记者综合报道。因为疫情继续伫咧传，北部的医护人力是真严，加上医疗暴力的代志不时就传出来，后背少徛伫咧第一线的护理人员失职。根据统计，今年2月份到5月份，计共有795位护理人员失职，双北上多，台北就有256个失职，新北有101个人失职。不过卫福部是否认讲有大量的医护人员、护理人员失职。邦桥的阿东病院测试南上，确诊者到台中的严重，画面因看到随车护理师一路护送患者入去负压隔离病房，加呼吸器调整，公路安好了后，用强分期，院方赶紧塞轮椅，甲人送去急诊。全身都隔离，而且在红区，所以没有办法马上就是脱下他的隔离衣给锁。他们都出现这个发高烧的情况，体温都大概超过39度以上，那心跳也都140几。救护车司机也因为身体无爽快，车一开到门口就挂急诊。黄俊德指出，司机甲护理师转送确诊者爱穿隔离衫甲挂水鞍，将近2点钟的车程，无法度开冷气、开窗仔，造成2个人严重来脱水。伫疫情上升，北部医疗量能真严，加上最近医疗的暴力事件，根据统计，今年2月到5月，短3个月就759名护理人员离职。其实你1年来，你根本没有再去把你的环境跟人力补起来的时候，大家失望就是离开。我们现在对于院内感染的情况，我们的指挥中心其实都没有在报，而且也没有在说清楚、讲明白的相关的一个措施。跟医院的这个访谈呢，并没有因为疫情而明显增加护理人员的离职。观察护理人员流失的人力集中在双北，台北有256人离职，新北有101人。卫福部否认护理人员爆发大量离职的情形。工会坦白讲，现阶段除了医护人力欠缺，加开病房也排缺其他同情照护人力。另外，应该降低照护确诊者一个比例，也建议比较SARS时期，南部医护人员会使来支援北部。因过卫福部表示，全台同时来门诊下降，也确保院内监控，照护人力也是应该以该病院的医护人员为主。记者综合报道。
来讲苗栗竹南小连线有科技大厂逼出移工烧坏事件，为着避免讲这新竹科学园区也受到牵连，新竹市甲竹科管理局要拼伫咧即几天，针对4000位的移工来做体检。一台一台游览车载来科学园区的外籍移工，准备入去做体检。医护人员穿开丝的防护衫，唔敢靠视。根据统计，园区内总共有11000名的移工，这届希望会当体检4000人，只有希望拼3天来完成。管理局是估计一天体检量大概800人，5天会当完成。今天动用医事人员就将近200人，所以我想还是呼吁厂商朋友多加利用。占地2500平的移工体检站，有50个迷彩布棚，至少有甲中央请调国军支援，第一天内就快速完成建制，要让外籍移工就近体检。有一个专案的一个筛检站哦，而且要分仓分流，那要非常的安全，而且要采预约制哦，才能够让这一些外籍移工哦，在这个采检的过程当中哦，也不会再造成其他可能的感染哦。这届专案体检差不多有4000位移工，厂商会使透过管理局申请安排自费体检。另外，体检站嘛分时段分流进行体检，希望守护台湾科技产业。记者刘君豪新竹报道。再去看世界来讲，澳洲食坏的动物叫戴獾，又搁红叫做是塔斯马尼亚恶魔，体型甲细只狗仔差不多。3000多年前，伫咧澳洲就拢看无因的形影。那去年底当地动保组织有咧保育，即马野放26只的戴獾，最近传出好消息，计共有7只戴獾的囡仔出世啊！澳洲大陆伫咧过3000年了。互人叫做塔斯马尼亚恶魔的戴獾，最近野放生团成功，保育人员并开戴獾妈妈育养地，发现伊生死的囡仔，大家真欢喜。We've been able to historically, albeit in its infancy, return the devil to mainland, and today is another milestone entirely. 戴獾是目前地球上上大的食肉有袋动物，甲狗差不多大只，外形看起来敢若是熊。3000多年前，和澳洲野狗垃圾伫澳洲大陆绝种，只有伫咧塔斯马尼亚岛才看会到。1990年代了，又搁因为面部的肿瘤数量搁较少，估计野花剩无到25000只，2008年列入濒危名单。戴獾若拄着危险，喙闭甲大大，叫甲真大声，抑搁有臭味，互人叫做塔斯马尼亚恶魔。动物团体自去年底伫咧雪梨北边的动物保护区野放26只，到即马已经断7只。There is so much at stake here. We've done everything we can, but if the devils don't breed, it's all over. 动物人员讲，塔斯马尼亚恶魔重返澳洲大陆，会当帮助平衡当地野生动物的生态，因会继续观察戴獾的成长情形。呼吁成功的消息，也为强要绝种的戴獾带来新的希望。公司新闻詹慧敏编译。天气要你知，今日受到锋面的影响，全台湾各地头天气拢无啥稳定，尤其伫咧南台湾雨会落真猛，提醒南部的乡亲要爱特别注意。咱做伙来去看各地的气象资料。高度，伫中部温度上低24度，上悬30度；伫南部温度上低24度，上悬30度；东部温度上低24度，上悬28度；金门、澎湖、马祖21度到30度。那做伙来看未来3天的气象。感谢乡亲收看，我是敏珍，咱大家拢保重身体，明仔载同这个时间再会。